點喎？哇！Kita kan udah biasa tuh. Atin kan, dah main mah. Bác đi nấu thịt mà. Siap-siap po masih nalaya kan. Jadi nang tadi rami. At Northern Lake, 300 drones are found into the sky and form a mystery box. 盒子嘅中間呢出現咗一粒嘅星星，似乎係無人機編隊為大家準備嘅神聖禮物喎。神秘嘅盒子打開啦，一粒接一粒嘅小星星一躍而出，飛到去澳門嘅夜空之中。盒子的中央從一顆星星開始，慢慢的神秘盒子打開，一顆接一顆的閃星星一躍而出，飛到了澳門的夜空當中。不如我哋大家一齊數下有幾多粒星星啊！1、2、3、4。小星星凝聚緊，第5粒最大嘅星星啊！天空上面已經準備幻變成一個5星嘅圖案。300部的無人機幻化成5星圖案。照耀着澳門，守護着澳門，也點亮了我們今天晚上詩意澳樂遊的遊樂路線。5星嘅圖案照耀住澳門，守護住澳門，亦都點亮咗我哋今晚詩意澳樂遊嘅遊樂路線。The mystery box opened and the star turned into 5 stars lighting up the sky. Let's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Macau. 接住落嚟。無人機編隊會帶我哋一齊去遊覽一系列澳門嘅標誌性旅遊景點。大家心目中最期待同邊一個景點一齊打卡呢？記得擺定 pose， 轉定自拍模咯喎！接下來無人機編隊將會帶我們去遊覽一系列澳門的標誌性旅遊景點。大家心目中最期待的是哪一個呢？行程嘅第一站，我哋嚟到媽閣廟。行程的第一站，我們來到媽閣廟。旅客朋友們，你們去參觀了嗎？綠色嘅瓦頂，紅色嘅門框，顏色呈現相當之細緻啊！綠色的瓦底，紅色的門框，顏色的呈現相當的細緻哦。嗱，大家快啲誠心許個願，相信媽祖娘娘會繼續守護澳門，眷顧我哋每一位嘅。大家快點誠心許個願吧！相信媽祖娘娘會繼續守護澳門，眷顧我們每一位。一層一層嘅建築呢，就係我哋呢一個澳門嘅地標大三巴牌坊，閃耀登場，照耀住我哋嘅夜空，見證住澳門嘅發展同埋變遷。現在閃耀登場的是澳門的地標大三巴牌坊，照耀着夜空，見證着澳門的發展與變遷。跟住呢，如果大家沿住我哋澳門歷史城區去參觀嘅話，有點止以上2個世界文化遺產建築呢，當然唔少得仲有東望洋燈塔啦。
如果大家是沿着澳门历史城区去参观的话，当然少不了也要去参观东望廊灯塔喽，它也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建筑之一哦。燈塔都喺天空上面隨光流動，守護住澳門，照耀住澳門。燈塔在天上隨光流動，守護着澳門，照耀着澳門。而家咧，無人機將會帶我哋跳出澳門啊！現在無人機將會帶我們跳出澳門，走上更遠的旅程。我哋去到黃崖關長城，佢係國家4A 級嘅旅遊景區嚟㗎。我們到了黃崖關長城，它是國家4A 級的旅遊景區。其實澳門都有萬里長城嘅喎，唔知大家知唔知位置喺邊呢？其實澳門也有萬里長城哦，不知道旅客朋友們知道位置在哪嗎？而家咧，無人機又會帶我哋去到另外一個景點啦。無人機嘅閃閃星光一路咁向上升，展現出扭帶、絲帶嘅圖案。佢哋帶我哋嚟到敦煌，喺夜空當中呈現出敦煌飛天嘅圖案。無人機帶我們到了敦煌，在夜空當中呈現出敦煌飛天嘅圖案，相當的生動。今晚呢嘅表演真係帶俾咗我哋一場非常之滿足嘅旅行啊！我哋遊歷咗好多個景點啊！剛剛的表演真的帶我們去了一趟非常滿足的旅行啊！去旅行當然有充足嘅體力啦，鍛鍊身體都好重要嘅喎。澳門作為經常舉辦大型體育盛事嘅城市，各項嘅體育活動都相當之普及㗎。去旅行當然要有充足的體力了，鍛鍊身體也相當的重要。澳門作為經常舉辦大型體育盛事的城市，各項體育活動都相當的普及。看一下這個球形的圖案，足球是我們其中一項非常受歡迎的活動哦。足球咧就係其中一項非常之受歡迎嘅活動啦。喺我哋其中一項旅遊加體育嘅跨界融合盛事，就係我哋而家要變換出嚟嘅排球啦。澳門咧亦都係世界女排大獎賽嘅其中一個分站。呢度體育盛事，你有冇去過現場觀賽，為中國女排加油打氣呢？剛剛出現的排球，也是呢我們澳門一年一度的體育盛事。澳門是世界女排大獎賽的其中一個分站，大家有去現場觀看過比賽嗎？好快又出現咗一個網球嘅圖案啦，無人機馬上會變換成一個網球嘅圖案。我們非常之重視體育嘅多元發展，同時都鼓勵市民多做運動，齊運動健體魄，真係你我都做得到㗎。澳門非常重視體育元素的發展，同時也鼓勵市民多做運動，勤運動健體魄，如果做得到。已經踏入12月啦，澳門呢將會迎接越嚟越多嘅遊客，我哋都希望疫情可以早日退去，大家可以安心出門旅遊，安全而遊，魅力澳門，一齊推介俾多啲朋友嚟澳門玩啦！踏入12月，澳門將會迎接越來越多的遊客，希望疫情早日退去，大家可以安心出門旅遊，安全旅遊，魅力澳門，大家一起推薦更多的朋友來澳門玩吧！同咗我哋魅力澳門打卡未呢？ Macau is a safe travel destination. We can't wait to show you the charm of Macau that welcomes you. 多謝晒大家欣賞澳人澳門無人機表演盛會今晚嘅演出，安全而遊，魅力澳門，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嚟精彩嘅活動。如果大家喺南環每一帶，記得去澳門關鍵節嘅燈光裝置睇一睇，仲有互動遊戲㗎。感謝大家欣賞澳遊澳門無人機表演盛會今天晚上演出，安全旅遊，魅力澳門，會繼續為大家帶來精彩的活動。如果大家在南灣地帶，記得要去澳門光影節的燈光裝置看一下，還有互動遊戲哦。待會9:45，天津隊會再一次為大家表演。待會見，陣間9:45呢，天津隊會再一次為大家表演嘅。轉頭見啦 ！Thank you everyone for joining us tonight for the Light of Macau Joint Gala. Macau is a safe city to travel. The joint performance will present again at 9
trùm đó anh trùm đó anh trùm tôi rồi anh trùm ơi bye bye anh hổ Anh Việt Nam mà anh kia Việt. Zali thì rồi đó nhé Cái ai khá lâu xin Apa nu men hey teni ơi anh cameraman là cái trong chờ chứ ni apa nu kan en pe ta chuối mùi mũ nhá. anh để rồi thuốc cái này tôi cầm thung ở trong Mami. Christmas tree này là nó hóng tì tì á sao lại muốn là sao nắn chu lắm Gan ti nan ti mi ka lo se mai mi ale ne ai sao sao chu anh chu không vét sao Hồi rằng